明愛樂義學校係一間中度及嚴重智障兒童特殊學校。自從校長決定推行5學並舉之武藝校園計劃，鼓勵全校師生每日練習武術之後，呢度變得唔再普通。大家好，由今日起，我哋咧日日都打武藝操，等我哋咧精精神神，提升我哋嘅精神健康，強身健體，好唔好啊？好。月雖殘，亮如雪，高掛天空，誰笑缺？人人都可以發光。我哋好希望我哋嘅學生活得有尊嚴，活得有質素，活得更精彩。好多謝馮新軍國學基金會主辦5學並舉之武藝校園計劃。好多謝中國武術國際學院黃宇凡院長嘅推廣同埋教導。而家我哋全校上上下下每日咧都會打2分鐘嘅武藝操嘅。我哋嘅樂兒仔非常犀利啊！佢哋仲識得咧教義工打功夫添。有義工同我講啊，受過我哋嘅樂兒仔教導之後咧，知道咗咩叫做尊重同埋包容，同埋原來人人都係有佢哋自己可以發光發亮嘅地方嘅。樂兒仔而家咧食完飯午休嘅時間咧，都會叫校長同佢哋一齊打功夫㗎喎。好多謝各位有心人，令我哋知道人人都可以發光。明愛樂義學校係其中一所武藝先導學校，由中國武術國際學院創辦人黃宇凡先生教導學校師生耍校園武藝操。而家武藝操已經係全校普及嘅課程，融入學校體育課5間操，亦都喺每日教職員組會作為操練等，實行師生同習。過去幾年間，除咗學生獲得學習證書之外，教職員都獲得武藝操教練證書。一開始大家都覺得好辛苦，流晒汗又提唔起勁，好易攰。經過3年嘅武藝操練習，師生身體逐漸適應，體能、精神狀態都有顯著嘅提升。校園武藝操3個主題包括尊重、感恩同埋包容。計劃以3年為期，第1年嘅主題係尊重，教導學生禮貌尊卑；第2年嘅主題係感恩，教導學生人倫家國；第3年嘅主題係包容，培養學生恢宏氣度。明愛樂義學校過往亦派出學生參與唔同嘅大型武藝操比賽，包括第1年嘅尊重杯、第2年嘅感恩杯同埋第3年嘅包容杯。活動意義重大，香港教育局、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國家教育部都好重視。樂兒仔分別參加咗5形拳個人賽、武藝操個人賽同埋武藝操團體賽，並喺個人賽、團體賽獲得好好成績。透過比賽，樂兒仔可以展藝才能，亦都可以增進學生與有效彼此交流文化切磋嘅機會。同學、家長、樂兒老師都曾經組成過武藝操專隊喺校慶演出，佢哋又打側手翻，亦都有凌空踢腳，剪才剪娘。一開始運動冇信心，依家願意接受挑戰。明愛樂義學校曾經受邀出席由香港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資助嘅盛事項目武林成武嘉年華，係全港首個以武同埋武共用為主題嘅活動。樂兒仔、教職員、家長同埋義工咧都一齊參加大會嘅開幕禮千人武藝操表演。喺酷熱嘅天氣之下咧，樂兒仔咧都為活動注入咗無限嘅活力，共同咧創造香港武術界嘅一個創舉，以傳承同埋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以前好失落，唔知點樣舒緩情緒，
我同校長打武藝操好開心。我哋一齊努力練習武藝操，我哋要有堅毅嘅精神，團結一致，大家加油！每年國慶，樂兒仔同埋老師都會一齊參與國慶中小學生千人武藝操大匯演。喺烈日當空嘅運動場上面，個個都神采飛揚咁樣耍武藝操，充分咁展現咗認真同埋堅毅不屈嘅精神，一齊努力咁樣推廣中華文化。樂兒仔透過武藝操學習勇敢面對困難，克服挑戰，亦增進同學間友誼、團結一致完成目標，實現自我價值，配合政府實現國民教育、國家安全教育。樂兒團隊以充滿愛嘅汗水陪伴樂兒仔成長，培養學生感恩、關愛、積極回饋社會嘅良好品格。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獨特之處同埋潛力，武術令到樂兒仔變得更加強健。除咗鍛鍊身體之外，亦都改善身心靈嘅健康。藉住武藝操，鼓勵咗全校師生共同參與，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團結，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